OK， 牧師，主有乜嘢關於 Kairos 嘅事要告訴我哋呢？係，我想將一件關於 Kairos 嘅事放喺你嘅心裏邊，係關於今年嘅正確時間同地點，同埋佢要我哋做嘅事情。呢個就係佢非常強烈地對我講嘅說話。佢話我嘅百姓要學習禱告，並且更投入禱告。當我咁講，有啲人會話：哇，呢個好難，我冇時間等等。因為你對禱告有宗教化嘅觀念。你以為禱告必須係1、2個鐘頭嘅事情，好似嗰啲屬靈嘅人咁樣跪低禱告1到3個鐘，甚至更加多。平牧師，我做唔到啊！我講嘅係與上帝溝通。門徒喺耶穌身上睇到最突出嘅事情之一，就係佢隨時都會與上帝交談。有一次佢哋迫害佢，佢正在談論嗰啲拒絕佢嘅城市，哥拉汛、伯賽大、迦百農等等。就喺嗰一刻，佢抬起眼睛話：父啊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把這些事向智慧和聰明的人隱藏起來，卻向嬰孩顯明。佢向佢嘅父禱告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把這些事向智慧和聰明的人隱藏起來，卻向嬰孩顯明。佢轉向門徒說：你們所有勞苦擔重擔的人啊，到我這裏來吧。當佢被逼迫嘅時候，當佢被拒絕嘅時候，當呢啲城鎮同村莊唔歡迎佢嘅時候 ，Amen， 佢好喜樂，與天父交談，然後望住門徒話：你們所有勞苦擔重擔的人啊，到我這裏來吧。佢真係好美麗啊 ，Amen。我哋有啲人會覺得好攰，主啊，我下次再向你禱告，我太攰啦 ，right？但你睇見，你可以隨時與上帝交談，即使你揸緊車。但係牧師，我必須閉上眼睛，唔好啊！呢一啲宗教化嘅觀念會喺你腦海裏邊出現。Amen。我想講嘅係，仔細聽清楚，尤其係嗰啲參與呢個教會同事工嘅人，你知道嗎？你甚至可以被恩典嘅知識妨礙咗自己嘅禱告嘅，因為你會話呢個係出於恩典，恩典將會發生喺恩典中。唔係，恩典嘅意思係你做唔到，但主可以。其實係意識到自己嘅弱點。你喺上帝面前最大嘅能力，就係意識到你自己嘅軟弱。但唔好就此止步。如果你話我太軟弱啦，唔好停喺嗰度。但你要知道呢一點，否則你會喺同樣嘅問題中崩潰，直到你知道自己係軟弱。你會發現你會跌倒再跌倒，直到你發現自己好軟弱。人們認為自己好軟弱，但其實仲唔夠。因此你唔能夠太快拯救一個浸親嘅人，唔能夠太快跳入水入邊。點解？只要浸親嘅人仲有力氣，佢會拉你落水，一定要等到佢變得虛弱、軟弱無力，無法拯救自己，嗰時你可以救佢。我哋仲係強壯，我哋認為自己係弱者，好軟弱，其實唔係。但我哋實際上係弱者，因此有好多日常嘅煩惱，上帝允許呢啲事發生，好讓你想變得更加似耶穌。你與配偶爭吵嘅時候，有一件事可以做。有時你冇耐心，你只諗到呢個唔係自己嘅錯，係對方嘅錯，但要停低審判你內心嘅煩躁情緒，並告訴自己：我斥責呢一種煩躁。平牧師，你點解咁煩躁呢？唔好談論情況嘅對錯，暫時擱置一下。你點解會咁生氣、咁煩惱、咁憤怒呢？我唔想咁樣，我斥責佢。然後你會發現呢個憤怒已經喺十架上被除去啦。Amen。所以一方面要意識到軟弱，然後依靠上帝，依靠基督，呢個就係使你人生勝利嘅雙重力量。我哋睇到正確嘅時間同地點，第一次出現係喺創世記24章，僕人喺井邊做咁樣嘅禱告，講：耶和華我主人亞伯拉罕的上帝啊，求你今日使我遇見好機會，施慈愛給我的主人亞伯拉罕。我哋都知道呢一個故事，或者你聽過我哋過去分享嘅相關信息。僕人唔知道係邊個姑娘，村子裏邊有好多年輕女孩，佢哋都同時出嚟取水，為家人取水係呢一啲年輕女孩嘅責任。OK，
通常有2個時間，早上同晚上。Alright， 佢哋會喺天氣冇咁熱嘅時候嚟到。聖經說喺晚上嘅某個時刻，亞伯拉罕嘅僕人奉亞伯拉罕嘅差遣，為咗以撒尋找新娘。Right， 佢坐在井邊，唔知道係邊個女孩，於是佢禱告說：上帝啊，使我遇見好機會。呢度嘅機會喺希伯來文作為 Kara。Alright， 合時發生嘅事，好事，幸運嘅事，世界稱之為機緣巧合。Alright， 你咁啱遇到咗一個好機會。Amen， 一個美好嘅驚喜，你並冇預料到呢個就係 Kara， 正確嘅時間，正確嘅地點。Kara 臨到你身上。我今生只盼你帶領我，因為萬事都聽你主宰。尋求神，單單依靠我救主，行在你旨意內。別喪氣，別理誰發高燒，為靠基督走過這一生，別氣餒，凡事定有轉機，憑信心跟隨我主。都是拯救，誰強誰亦在歷史下沉睡，如影中必消逝。別喪氣，別理誰發高燒，唯靠基督走過這一生。凡事定有轉機，憑信心跟隨我主。永生。